Hello，大家好，我係香港豪宅經紀嘅 K 啊。香港政府就啱啱宣布咗要調高呢個1元豪宅嘅印花稅。其實呢個舉動係充分表示咗港府係睇好香港樓市嘅走勢。就算調高咗豪宅印花稅，亦都係冇咗實力買家入市嘅一個意欲㗎。有隻 K 今日嚟到嘅西半山寶豐喺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嘅第二日咧，就馬上成交咗一套3000幾尺嘅一個4套房嘅大平層。其實喺香港買豪宅咧，最關心就係2個因素。首先就係睇佢嘅地段係咪傳統豪宅地段啦。第二就係睇佢嘅稀缺性，而阿 K 今日嚟到嘅呢一間寶豐頂層，連埋一個私家天台嘅一個特色戶咧，穩穩晒全港都係一個獨一無二供應，絕對係一個隱世嘅珍寶嚟嘅。買得呢一類超級大平層嘅老闆咧，好多時都係自己做生意啦，或者開公司嘅喎。你話擁有一個咁闊落嘅私家天台咧，過年過節都可以請翻晒公司嘅員工上嚟啦，搞翻一個50人嘅派對都完全冇問題㗎。今日因為陰天啦、落雨，所以拍出嚟嘅效果冇咁好，大家係絕對可以對維港海景係有信心嘅。天氣好嘅日子，上到嚟呢一度居高臨下咁樣望住呢一個咁靚咁開揚嘅一個維港海景，見到我哋香港2棟嘅呢個摩天大樓啦、ICC 同埋 IFC 嘅喎，而且仲可以遠望到我哋香港明信片嘅呢一個維港煙花海景。實用面積足足有5700尺嘅一個巨無霸嘅私家天台，其實佢功能區劃分得好清晰㗎啦。咁主要就分咗呢一個戶外嘅燒烤範圍啦，後面已經做咗呢個燒烤爐啦。咁你見到啦，放完梳化位之後咧，中間仲有足夠嘅呢個空間去打造翻一個咧屬於自己嘅一個花園。坐電梯一出嚟咧，就會嚟到咗超級大平層，成個套內面積足足有6700尺，成個廳嘅闊度咧係有成30米㗎，係比我哋港鐵一卡列車嘅長度更加長嘅喎。後面都做咗一個員工門嘅窗框設計，打開咗之後，出邊就係一個大約有300尺嘅一個私家平台，咁就唔需要話下下都上天台喎，都可以隨時出去呢個私家平台度。我一邊望住呢個咁 chill 咁開揚嘅維港海景咧，一邊飲下紅酒、嘆下咖啡喎，都係人生一大享受嚟㗎。由呢一個角度咧，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鏡頭入邊嘅呢個客飯廳係有幾咁長。咁講緊咧，淨係客廳都已經做咗3個唔同風格嘅一個會客區啦。而我而家嚟到嘅呢一個最盡頭嘅呢個會客區咧，就會向住呢片最開揚、最無遮擋嘅呢個西九海景。去到夜晚大橋亮燈之後，再加上前面呢一片嘅大樓，萬家燈火亮起之後咧，都係一個相當之璀璨迷人嘅一個夜景嚟嘅。設計師就細心咁樣用咗一個品酒區去劃分咗客廳同埋飯廳，盡情招呼翻你嘅來賓喺度一齊品嘗美酒，一邊傾下生意，一邊欣賞我哋香港咁醉人嘅一個維港海景。而喺酒吧區嘅旁邊咧，就呢個 dining area 都足夠可以放到一個10到12人嘅大圓台㗎。行到嚟後面咧，我巧妙地將呢間儲物室改造成為一個藏酒區喎。咁入邊咧會做咗1、2、3，已經做咗3個到頂嘅呢個恆溫酒櫃，就算老闆有再多嘅美酒咧，都唔怕冇地方收藏啦。咁除咗內置樓梯之外咧，亦都可以享用翻佢呢個私家電梯直達到呢個天台嘅喎。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入邊嘅景處。中間已經做咗一個特大嘅中島吧台，咁都係用翻一個高級嘅雲石材料去打造翻出嚟嘅。呢度咧仲貼身咁樣做咗一個中式嘅爐頭，咁就可以隨時請你嘅私人廚師過嚟咧炒翻幾味俾老闆去享用嘅嘢。喺廚房入邊都做咗個休憩區，咁就算煮下飯有啲攰啦，都可以隨時坐低去休息一下。又或者朝頭早嘅時間匆忙嘅時候咧，都可以喺呢度簡單咁樣享用早餐。如果係一個5個套房嘅一個間隔設計，即係每一間套房都帶一個自己獨立衛浴嘅喎。咁我哋而家嚟到咗第一間嘅套房啦，套房空間咁寬敞，當然有足夠位置可以做到一啲書台、收納櫃啦，同埋後面呢一度咧成排到頂嘅個衣櫃。咁佢嘅衛浴咧都用翻呢個天然石材去打造翻呢個洗手台，同埋你會發現設計師用咗好多銅嘅元素，令到成個感覺更加有質感啦，同埋營造翻一個輕奢華嘅一個風格。再搭埋一個內置浴缸，咁就可以一邊欣賞出邊呢一個咁翠綠嘅山景啦，一邊咧喺度嘆翻一個 SPA 啦。嚟到第二間嘅套房啦，咁呢一間佢用色方面就比較 lady 同埋優雅嘅。
過呢個長長嘅一個走廊通道位，會經過咗呢個 powder room 啦。我哋一齊嚟睇下。客人上到嚟屋企之後，就可以將佢哋嘅衫褲鞋襪收入喺呢一度。大老闆呢個時間好寶貴嘅，往往呢係唔會有咁多時間啦同埋精力去裝修呢一個咁大嘅一間屋㗎。再加上發展商嘅呢一類示範單位呢，都係拎嚟俾客人參觀嘅。佢哋當然呢係會請翻一個最好嘅一個知名嘅設計團隊去打造翻全屋嘅一個裝修同埋家居嘅。所以佢哋無論係用料啦、設計同埋配套方面呢，都會務求係做到100分嘅，係值得大家親自過嚟咧去細心咁樣欣賞同埋感受嘅。而家嚟到咗亞洲重頭戲主人套房，成個主人套房嘅使用面積都係過咗1000尺，咁入邊咧主要係劃分咗3個功能區域。你呢個右手邊咧就係衣帽間啦，後面咧係呢個酒店級嘅一個獨立衛浴，而左手邊咧就係呢個休憩區嘅喎。而家嚟到咗主人套房嘅衛浴啦，用翻呢個天然雲石做翻呢個主要嘅材料，去鋪置翻地板同埋洗手台，另外咧加咗一個銅嘅元素，令到成個感覺更加奢華。佢做翻呢個酒店式先至有嘅一個暖嘅毛巾架啦，隨時咧都可以喺度嘆翻個 SPA， 一邊欣賞出邊呢個翠綠嘅山景。咗主人套房呢個寢室嘅範圍，仲好貼心咁樣做咗呢一個休憩區域，隨心喺度傾下偈睇下書，一邊咧欣賞出邊呢一個咁 chill 咁開揚嘅一個西舊環境。主人套房就主要採用翻呢個 earth tone 啦，大自然嘅一個色調啦，咁所以成個感覺咧就比較沉穩。因為 K 都遇過啲客人咧係唔中意啲太單調嘅景色嘅喎。譬如如果淨係望山或者望海嘅話咧，咁你就會覺得景色比較單調啦。咁好似呢度後面就係山，咁望翻前面咧就係呢個咁開揚嘅西舊環境，加埋中間夾住呢個港島區嘅咁繁華嘅一個天際線，咁所以呢一個景色係有山有海有流景，相當之豐富有層次感㗎。參觀完寶峰呢一間頂層連埋私家泳池嘅一個天際大宅，大家係咪同阿 K 一樣都好心動咧？咁寶峰係位於西半山嘅寶山道啦，咁係採用翻一個低密度嘅設計咧，只係有16房嘅一個超級大平層。咁每一戶咧都配翻一個私家電梯大堂。頭先阿 K 介紹嘅呢間天際大宅，更加係成個港島區獨一無二嘅一個真海公映。咁大家都要把握翻呢個轉角市嘅良機啦。如果你想獲取寶峰嘅樓盤詳情啦，同埋過嚟參觀佢嘅現樓嘅話，可以盡快加翻我一個微信或者 WhatsApp 好友啊。咁阿 K 今日介紹嚟到呢一度啦，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